今日到花莲的马太溪哦，昨是落大水，河溪水嘛涨起来，一个做苏俊工程的工地主任，和大水冲走，今宵是透明找人。今仔透早伫马太安溪的水尾，听到伊喊救命，搜救人员是利用空拍机来定位，伫透早4点外，已经甲人救起来，送病院治疗。骗人！加油，小邓！老板，再一点，小邓！经过一暝搜救，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，伫咧马太安溪水尾瓦近阿杜木部落附近，有听到技术喊救人的声。搜救人员随赶紧去现场，出动空拍机，还有热显相机进行敲吹。他可能有看到无人机，他可能觉得被发现了，他其实也有做一些动作，他有给我们回应。那其实大家就还蛮觉得患者还活着。确认民众卡掉的位了后，救援人员随展开地面接近作业，不过河床内底拢是烂土，必须要利用船艇、索啊，还有人力接送的方式救援。最后伫咧找到透早4点39分，才把人带离开危险的区域。刚开始我们就是请那个怪手司机看能不能下去，结果发现呢全部都是泥泞，大概下去就大概半台怪手会沉下去，所以他们几乎是用手脚并爬就爬到那边去之后，确定他有意识。细地工地主任去用救起来了后，身体真虚弱，救援人员赶紧把伊送去花莲主治病院。仔细检查他脑部其实因为有受到撞击，有一点点的脑出血。那我们也会诊了神经外科医师，那会住院观察这样子了。翻头来看这件代志，马太安溪车白因为受到风面影响，负责拖刷机械拢伫咧撤离。不一个下晡点外，溪水汹汹涨起来，互60岁细地工地主任互大水冲去，全失踪。消防局派真侪人来搜救，最后伫咧离伊车出代志的所在，水尾8.7公里，找到伊，才完成16点钟的搜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